全忘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有人知道不要讨好这首歌吗？你知道吗？想到吗？就算知道，也不能马上告诉我，因为我也觉得怪怪的。也对是。可是你这样让我想到，如果的时候，什么？笑的人知道的意思。好。但是你想到什么？节奏错了，忘了脱袜子，就是我下错节奏，我怎么可是我还是有跟啊。对呀，这个坏就是坏在这里。我跟你讲，不管3、7、21，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